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14章，有几个以色列人的长老来找我，坐伫我的面前。迄时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这人的心转向偶像，跋倒犯罪，我减通回应因的祈求。你着甲因讲。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人若心转向偶像，跋倒犯罪，搁来祈求先知，我上主要照因拜偶像的罪，甲因报应。我安尼做是要互因的心转向我，因为偶像互以色列人离开我，甲我疏远。所以你着甲以色列人讲。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着回头去杀恁的偶像，心离开所有通厌恶的事。无论是以色列人，也是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，若离开我，心转向偶像，面向为互因跋倒的罪，则来先知者求问我上主要亲身报应伊。我要变面甲伊作对，互伊诚做人的鉴戒甲笑谈。我要对我的子民中甲伊激出，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若先知受迷惑讲有言，准讲是我上主互伊受迷惑，我嘛要伸手刑罚伊，甲伊对我的子民以色列人中间消灭。因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，求问的人的刑罚，甲先知的刑罚相款。安尼，以色列人则袂阁迷失离开我，袂阁犯罪，互家己受污染。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若有一个国家犯罪背逆我，我要伸手切断因粮食的来源，互饥荒临到，人甲精生拢饿死。准讲哪阿、但以理、约伯三个人拢住伫遐，因的正直干焦袂当救因家己。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我若互野兽行透即个所在，四过吞踏，咬死子民，互地拍荒，互人毋敢对遐经过。我即悬的上主记我永远的活命立誓，准讲迄三个人住伫遐，因嘛袂当救因的囝儿，因干焦袂当救家己，土地犹原拍荒。也是我若互迄所在拄着战乱，人甲精生拢互刀剑刣死。我即悬的上主记我永远的活命立誓，就是迄三个人住伫遐，因嘛袂当救因的囝儿，因干焦袂当救家己。也是我发极大的受气，互瘟疫伫迄所在流行，将人甲精生拢灭绝。虽然有哪阿、但以理、约伯住伫遐，我即悬的上主记我永远的活命立誓，因嘛袂当救因的囝儿，因的正直干焦袂当救因家己。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若用战乱、饥荒、野兽、甲瘟疫这四种可怕的灾难，刑罚耶路撒冷，将人甲精生拢除灭，安尼敢毋是搁较严重？若有人活落来，将因的后生查某囝带来恁遮，
恁看见因的所行所做，就会明白我安尼刑罚耶路撒冷是应该的。嘛为了解我所做毋是无理由，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